我甲你讲啦，咱查某人哦，爱较巧咧，才袂对着你这种老啊，互恁骗。干安尼啊？你个晓摆无要紧啦，你即马讲话的时阵吼，你公司的股票拢已经汇入去我的口座内底啊啦！干安尼？阿嬷，啊，你捌看过海绵宝宝无？你讲迄卡通呀，我甲你讲，阮娘娘吼，伊早定定咧看啦，安怎？你搁要画大呀？歹势吼，无报出版权啦。我是要问你吼，敢知影海绵宝宝内面的物件，台语要安怎讲？啊？用迄个华语啊，我是咧蹦恰恰吼。来哦，我说海绵宝宝啊，我讲海绵宝宝，安尼是食款咯，会使安尼哦。宝宝你听人家宝宝，我说缩小腰带，你做过他的？缩小腰带呀，腰带。哦，缩小腰带，旧带是。旧带是迄个松紧带的。哦，这袂歹算呢。我说比奇堡好男人俱乐部。这是安怎讲？阿嬷，这句要怎讲？笔记本好查甫俱乐部。我白话。你就安尼讲呀？哎呦，讲俩批。哦厉害，伊会使讲批。水果嘛对啦。海绵宝宝内底遮侪奇奇怪怪的词吼，要用台语全部安尼讲出来，无简单呢。用台语讲一寡咱平常时较袂用的词嘛，真趣味啊！像“体”这个字，就互咱学到普通时较少用的讲法啦。哦，对啦。啊，这是外国它是呀。全州都发布空袭警报。电竞你听到之后，我们是要送去给这是咱台湾人原本占领区的人，所以就会给我们一些折扣。那边是整咖，我怕如果要买那种太便宜的，一天到晚维修不方便。新闻在讲的真情啊。放旁边，不如一次就品质好一点。一个外国人伫乌克兰服务，这种勇气，哦，少年伊伫遐生活啦，帮助遐个人安尼啦。 I'm 20 and I'm studying in Lviv Polytechnic and fourth year. I think if my country needs me, I would go. 在这样的一些援助过程中，我相信这些资讯带回台湾，也可以帮助台湾的许多人你做的代更加的志吼真有意义呢，安尼帮助遐个人。哎呦，讲安尼啦，那雄雄放这个震动的影片啊，我即摆心情吼小可安尼压胀安尼。无法度啊！最近世界吼足无平静的，啊，互国内的观众知影讲，保护现主是咱自由的生活是偌重要的一件代志啊！是啦，最近迄以色列哦，还有乌克兰，因拢咧发生战争呢。我希望这个世界吼会使恢复这个和平。伊白哦，请因讲馒头台语的讲法，看起来就好食的。我先讲哦，唔是馒头，唔是馒头，哎，就是馒头。馒头，偏哦，咱在地人的台语是安怎讲呢？安怎讲？安怎讲？来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有人即个馒头。我正是敢若捌人听的馒头。馒头哦，有这种讲法。来，老师馒头对唔对？这条较困难，歹势。唔是。我甲提一个，伊其实伊的概念唔是为无简单呢。伊较认为这种物件做出来、发出来，拢叫什么？米包。米包。刚才在那讲米包。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米包？那这个，真正是米包哦。哦，迄个平湖的馒头哦，叫做米包。哦，那这样也特别哈。对啊，真趣味吼。安尼我有问题，迄平湖的胖要叫啥物啊？平湖的胖，系啊，叫做胖。家己拢个答案讲出来，讲有人问这讲的问题，哎呦，够合。你真正就歹到底。大家好，我叫陈子怡。你好。我平常时的兴趣是看电视剧，尤其是看台湾的戏。哦。一摆就甲同学讨论过，你嘛有看八点档？我嘛有看八点档的。讨论到，阮敢若会当来表演一个，因为阮感觉，伊拢演的拢共款，就是甲省的股份抢去啊，这款的剧情。哦，即马足方便的，你写的剧本还是卡本，直接用迄手机安尼拍就好啊。亚准讲我怀疑跟这个查某弟弟才讲话，最大小姐。俺直接演起来啊！我已经甲伊离婚啊，你搁亚准讲，
我的菜迄款混色，你应该好好反省你家己，莫讲我家己。因家己演戏啊，看你个面啊，迄面，迄种嘛家己画个甲款吼。这杯咖啡是当做我请你，咱查某人哦爱较巧咧，才袂浪费。哎哟，演了够甜哦！哦，这位少年囡仔袂歹呢，你会使透过家己的兴趣吼，找到一真人，安尼吼做伙创作，啊个演戏，哦，嘛是一种福气呢。阿妈，咱嘛来演一段8点钟好无？演啊！我甲你讲啦，咱查某人哦，爱较巧咧，这袂对着你这种老啊吼，互恁骗。干安尼啊？你个晓摆无要紧啦，你即马讲话的时阵吼，你公司的股票拢已经汇入去我的口座内底啊啦！干安尼？好，阿妈，嘿，你演了真正就好诶，因为今仔种吼就是你的啊，啊你继续演吼，我先来去下班。等下。好，大家辛苦啊，好，拜拜，先来走。袂使安尼呢，喂，拢有点来再一次，吹得进去。中，再一次好了。这礼拜是迄金钟奖对无？做伙看呢，看电视呢，彩虹频道都有一台啊。即摆拢看网络啊啦。阮以前阁有迄光碟片，阮爸爸拢会家己的 DVD 藏起来，家己的秘密房间里啊，偷偷看呢。哎呦，要死了！